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7月27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虽然凯美风台离开台湾，不过即马菲律宾东边海面上，阁有一台扰动灯的发展，敢会结做风台气象署等的关注。今仔日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举办台湾台语北区论坛，有一个客家乡新抗议会议无客语甲关注未记的专场。虽然凯美风台已经离开台湾，不过有9000个旅客调伫咧金门，交通部讲在咧协调增加航班，也有军机等咧协助。另外，即马菲律宾东边海面上，阁有一台扰动灯的发展，敢会阁再结做风台？气象署认为发展的空间有限，但是会继续关注。报道柜台头前四界拢是人，椅仔位也拢坐满满，机场内底全部拢是旅客。候补大概几号了？都2000多号，这真的是太扯了，而且航空公司应该也要协调1、2班大飞机过来飞。在场9000人，大家拢真无奈，拄着风台来乱，原定班机无法度飞，二楼伊阁有外围的宽流带来狂风大雨，或者航班阁大乱，真侪人调伫金门。27飞行机将有正常起降，不过拢是逐班客满。先上车，不然这边会塞车。要消化这第二个民众，民航局继续协调，加开班机以外，军方也出动军机来施温，加旅客对金门甲澎湖再回来。只是军人甲军官优先，旅客也感觉不满。你军训补完了之后，我们才可以上。重点是这一次军券上去之后，我们通通都上不了。相较于7月国内线的班表，一天252架次，这2天超过的座位数已经5万多个。风台甲交通不甲乱糟糟，就慢慢来远离。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气象署27夜对华东甲南部侪县市继续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只是凯美风台拄离开，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又阁有热带扰动正伫发展，是不是增强加速风台继续来台湾呢？目前的话，台湾附近这边的风险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在逐渐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是有机会再稍微增强一点，是不排除有机会来到热带型低气压。那要再进一步增强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比较有限。气象署有测，受低压带影响，下礼拜1甲拜2，各地雨雨会增加，尤其是东部甲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甲雷雨，无论是是不是正做风台，拢爱防范，雨势造成灾害。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风灾严重，亲像伫溪乡的公华村是电4天，对外道路拢断去。东石港口港附近沿海饲蚵仔的损失是超过1亿。最上凶是有翁仔某暗时时阵出门，车路淹水，伫咧塞车的时阵，翁婿是跋落沟仔，找着人的时阵已经是死亡。空气嘉义县大华公路大量土石连落来，光华2号崩坑也崩塌，凯美造成灾害。德家乡光华村已经停第4天，电话道路拢断，未输孤堵。有卡层中者靠发电机维持喘气，抓拄着库存的油料要用完。那经勘测过程右九甲线螺船寸断光华隧道有中断，那中断内容也有发现部分坍方了。警方伫错路的土沙水中帮忙送油，公所表示，当地大约500户村民央视野足，再进行抢通备用道路。东石乡是到拜6也有积水，港口江头前加7管道拜6入口下加9管道，加附近的国小因为地势较低，水深捌达到大人的脚肚。够好嘞，够好1米啊！哎，沿海北水湖受到附近，加板寮溪港也有大量的蚵仔边受损。在海面上养殖的福法式科棚大概有8000棚，那平挂式牡蛎大概也有300公顷，好，那都受到全毁或半毁，还是说颗条磕串牡蛎掉落的这样子一个损害情形。那目前估计损失达到1亿6200万。在算之外，也增加人命伤亡，一对阿某伫2半暝挂出，因为积水牵车用行的，翁婿煞无细里滑落水沟啊，发现时明显死亡。风台影响在面大，民雄西昌村的积水退了后，居民整理路场上家园，唔拿财损也劳心劳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后壁也是风台的重灾区，伫咧德新里淹水是超过1公尺。今仔日虽然水总算退，不过当地民众讲，这摆是比8八风灾更加严重。附近也有部分地区咧淹水，咱国军是部练寮溪甲物资运互灾民。电视也都泡汤坏掉了，3台都没了。无形将浸水家具提去外口，碰见电视、冰箱这贵重家具全部去了。
涂骹拢是陆公妹啊，这是台南后壁区德新里，因为凯米风台重创，规个村头浸伫水内，加做重灾区之一。居民想起风台时阵，水淹超过1公尺深，灾情比800风灾更加严重。小孩啊什么的，老人都先到亲戚那边嘛，对啊，然后就等救援进来，差不多到腰这里啊。真无简单，水提起算是真长的灾后复原之路。德新里带将近1000人，全村受灾殃，无奈之下，只好大家共同来清理。2点就起来了，凌晨2点。哎，早上2点，啊，水提就爱起来清啊。比88水灾迄阵更较严重，每差不多规庄诶，拢差不多要甲将近2公尺，差不多每一个里面都受灾。不过附近的产品小路也是拢是水，有民众受困。国军开军用卡车想要进入灾区，不过积水穿过心，官兵和物资冒险撩水通过。我前天我就开车来10几年啊，所以就等于2天都没回家了。不，我2天都唔在家，3几年啊。物资资源啊，要挺进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尽量以救灾为主啊。那因为民众也没办法受困，没有办法出来，希望我们公所这个政府资源可以协助送餐。凯米风台带来大量雨，和北中溪布堤放弃出现淹水灾情。区长表示，已经请国军针对最后干道清分，居民灾损的部分也会做切处理，协助民众早日重建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凯米风台对台湾的损伤真严重，台南的半岛文旦六个搁浸伫咧水内底。规前失客当咧采收的期间，雪落甲满世界拢是，农民估计是了5成左右。另外，伫咧安南区的港仔西，即阵因为涨大水，嘛地区沙漠鱼灾嘛拢流了了。凯米风台捎来，中南部拢变大雨，本正8月准备通采收的满豆文旦，即阵拢浸咧水内底。虽然水有较退啊，不过即摆风上头，甲文旦拢渗咧到涂骹，估计损失2成。即阵农民动用抽水机抽下面的水，就惊树丛伤过湿淡，到时紧会烂去。比顶代88风灾吼，阮的落果更较严重啦。所以讲，你看涂骹拍落来，这掉下来的这油啊吼，这是全部拢爱弹掉去啊。因为这无法度再使用啊。因为风大的时候，它们果跟果，然后树枝跟树枝这个碰撞，你看会影响，会割到它的皮。可是皮丑的话，其实它不影响到我们那个它的口感。同款通会当采收的规年切客，有一半拢乌有去，农民讲拢有做好防灾措施，也毋过油源走闪袂去，大粒的切客是落甲规世界，那细粒的是累着伤，兼手机拢挤去。另外，安南区港仔西是发鱼仔的大本营，即摆受到大水雨，搁加上大流，地区温啊参沟啊因病悬，4、5寸的沙巴拉仔拢对水流出去啊。以为那个啦，啊机制去啦，啊迄个影响后壁的成长啊，啊所以讲吼，会使讲损失真严重啊。大概几成哈？第一个5成的啦。外水沟的那种潮水哦，大于里面哦，大了快1公尺啦。液体出来阵水就对啦，无法当造成排出去哦，阮的水哦无就控制袂掉啊，伊造成液体啊，这鱼啊就无法度伊就规个拢走到水啊。农业局嘛公告，台南各农产业受损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有灾损的农民会当向当地公所提出申请。那渔业损害，农业局回应，希望灾后3天内嘛要去甲公所申报，后续市府会做盘点，才去送件去中央做审查。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有大楼积水也未退，市府讲，军方甲各县市资源的抽水泵浦已经到位。统计到27载时，列管的积水建物为210栋，减到30栋。因那南海公路甲附近道路是损害真严重，就有500公尺长的大桥崩起，地区桃园区后山有3个里失去对外道路。另外，因为风台扩大的阵风性不拔，8个船员已经被海巡人员救出来。家伫拢是黄土的地下室，民众检视车辆亏损的状况。可能要报废了。27号即港人民区这栋地下3楼拢积水，车辆拢泡水的大楼，总算甲比万清空。市府表示，中央军方还有各县市资源的抽水机拢到位。整个区域里面原来有210栋的这一些，不管是大楼或者是透天，那现在剩下列管的有30间。
超过120部中大型抽水机咧抽，要互民众赶紧整理厝内。淡水断电无多大的民众，市府嘛提供着补助，每一户上悬2400块，嘛包括租户、无在籍的民众，暂停补助3天。客桥上游都已经被淹掉了。洪台嘛，河南环公路近邻老龙溪轻河以上的道路受创真严重，民众去着民百科路桥上游，河河水吞去的惊险画面。桥梁500公尺桥体洪冲去，河横区维山里、拉福兰、复兴里3个里都在变成沟道。钢便桥还在，那我们的机具正在大量的积极的来抢通这个河道，让河道赶快烧退。公所表示，当地居民的粮食还阁有够，嘉兴公务单嘛会赶紧来抢修，海上嘛有救援的行动。洪顺88轮船因为风台搁浅，8名船员弃船救援，由海巡全部救回来。完成入境的程序了后，带去旅馆来安置。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巴黎奥运开幕典礼煞过，但是伫咧典礼进前几点钟，法国高铁有人放火，拢总有80万的旅客受影响，其中也包括奥运选手。警方质疑可能是左派也是环保团体做的。法国巴黎日尾仔嘛落雨，互真侪人艰难用伫雨中观赏奥运开幕式，不过雨势并无压垮群众的热情。 No, it was actually even better with the rain because it created like an ambiance. It was really unbelievable and we loved it. 虽然奥运开幕典礼雨势并无造成伤过侪干扰，不过开幕式前几点钟，法国3条高铁线互人恶意放火事件，所幸包括去参加开幕式的7000个奥运选手在内，总共80万名乘客受影响。 On est là depuis 10 heures, ça fait bientôt 3 heures qu'on est là. Et je ne sais pas combien de temps on va rester là. We were working for months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happen properly, and today it's hard to accept. 营运高铁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指出，高铁沿线信号站甲电线遭到破坏，已经紧急清修当中。2名维安人员怀疑是组织武装团体或者是环保人士所做的。公司新闻警员庆朋友。 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贪污，一审判7年4个月，体罚公款4年，市长也遂停职。外界关注高虹安这阵敢通继续领一半的薪水，对此内政部决定停职期间无要发半薪。由具有行政监督权的上级机关审酌当事人的实情是不是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或者 他这个涉及违法失职的程度，来裁量是否给予半薪。那考量高虹安市长系涉贪污治罪条例的案件，为了贯彻政府扫除贪污、建立连任政府的决心，因此内政部决定停职期间不给予半封。高虹安互人停职了后，是由副市长曲成远做代理市长。 一审宣判了后，曲成远今仔日是第一摆出面，伊对高虹安的案件表达尊重，也支持伊继续上诉。伊也讲，市府团队会继续兑现高虹安的证件。9年前发生路环爆炸的案件，造成10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过去1审、2审拢判百货公司免赔偿受害者，但是这摆最高法院认为百货公司有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摆判决是有可能影响其他官司的结果。 英雄大火一直烧，爆炸现场正惊人。9年外进前的8仙电报，夺走15条性命，400多人受伤。受害者陆续提告向活动主办方甲8仙公司等单位求偿。即马最高法院认为8仙公司要负起损害赔偿责任，而后将3件案件部分会期发回审理。消费者不管购买8仙乐园门票、午后优惠票或者彩色派对票，皆可获得相同的服务。8仙公司应就与其经营事项具密切关系的相关活动所致承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过去8仙公司常常互法院认定，敢若是出租场地，真侪官司1、2审拢协判免赔。即摆最高法院毋但指出，8仙作为企业经营者，比起消费者要负担更较侪服务安全欠缺责任，也点出明透过契约就将责任转予派对主办方单独负担。最高法院肯定，8仙公司要负赔偿责任。
对于被害者还有以及其他社会大众来说，其实是最高法院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发回高院以后，赔偿的金额呢，应该不至于说会因为无过失而减轻太多。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有指标性的意义，也牵动后续其他相关的官司，包含有2波团体诉讼伫咧法院审理。消基会表示，这摆判决结果一定为团体诉讼带来正面影响，不过也提出因的烦恼。最高法院发回的另外一个意见就是，如果没有过失的话，那个减免的责任的部分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请求损害赔偿这个金额。这摆求偿案件除了做出百姓公司爱负连带赔偿以外，最高法院也讲到，若百姓应证明自身无过失，就应减轻赔偿责任。消基会也烦恼，恐惊影响赔偿范围甲金额。记者综合报道。第2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伫咧今仔日起稿，主要由文化部负责的台湾台语、马祖语甲台湾手语，当中有7场分区论坛，每一场拢会以语言意识、在地发展、教学现场甲国家语言专辑机构4大议题来做讨论。2024年国家语言发展会议7月27日在台北举办台湾台语北区论坛，头起先就来讨论台语名称的议题。有学者提出联合国地名标准化的原则，来呼吁政府应该爱用尊重语言族群的方式来恢复台语的名称。他证明为首尔，伊讲我本来叫做中国城啦，我要做首尔啦，他从他称改成自称。联合国的地名标准化建议会议，他说我们的地名都有自称和他称，但是他一直建议使用自称，就是你家己安怎叫你就用啥啦，你自己应该有命名权。何信汉指出，河洛话是客家族群对台语的称呼，闽南语是70年代国民党政府硬塞的。伊认为强迫台语族群接受家己无介意的名称，这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表现。另外，也有学者批评目前的双语政策，和英语的资源济过其他本国语言，应当用岛语政策来取代平等重视各种语言。有一天我开课，我用台语，我会使边仔拢走华语出来，是走英语出来，我要互较侪学生用听我的课。所以我相信咱的 AI 的技术来突破，咱未来咱鼓励愈侪人用母语，咱边仔拢有迄个 AI 的字幕，我感觉这是一个会使规个政府去思考的问题。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每一场的分区论坛，拢会以语言意识、在地发展、教学现场，抑个国家语言专辑机构4大主题来做讨论。然后每一场结束，拢会开放民众问问题。另外，原定第2场会办伫花莲，却因为风台影响到交通，文化部表示会搁另外公告时间。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今仔日伫台北举办第1场的台湾台语北区论坛。早起伫咧会议进前，有侪客家乡亲到外口抗议会议无客语甲原住民语的专场，也批评教育部甲台湾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语言平等，充分平等。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外口60多位客家乡亲甲票语抗议文化部主办的第2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无客语含原住民语的场次，嘛不满教育部最近甲台湾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客家语呢，主按到台语的，台湾闽南语呢，没按到台语，台湾原住民语呢，没变成台语，按简单按清楚的事情，结果呢，觉得都硬要按到台湾台语来。认同呢，好落法，也係行業那個感情地方呢，冇辦法接受的啦。文化部政處對學者手中接過抗議書，針對客語含原住民語的場次，文化部表示客語會交予客委會負責，也若原住民語是原民會會處理，也若台灣台語、馬祖語含台灣手語因為無專職單位，所以是交予文化部來辦理。在分區論壇的時候，還是應該集合各個部會的力量，一起把分區論壇辦得更周全、更圓滿。我們會加開跟客語的專場，也會加開原住民語的專場。不過有客家族群的少年家講，伊支持用台灣台語的名稱稱呼家己的語言，希望着新語言之間莫閣繼續互相傷害。台語團體嘛出面呼籲無共的族群語言，應當同齊徛佇語言流失的陣線，來思考要安怎傳承和發展才是上要緊的。我認為講，也嘛已經無安尼按太的族群嘅分裂，安尼做其實會變到俺的後生人更加唔認同自家嘅文化身份，怕係講俺會
经唔认同这家系万年。即马咱拢共同面对这个流失的危机吼，其实都是共款问题的重心吼，应该是爱放伫咧要安怎伫目前这个国语独大的情形之下，去争取咱这个族群语言的发展。另外，针对今年国家基建发展会议，文化部当无虾米宣传和说明，这次台语团体也不办这款露出的做法，希望文化部在面对基建发展的种种议题，按如诱导，避免族群之间产生误解。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台北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